嗯。
真的哦，能够笑到全身发烫，喜悦的
放上窗，即摆人拢我人讲，讲了就要离婚啊，就离婚做法。啊，囡仔嘛袂讲呢，囡仔讲你需要你看的，啊，即摆囡仔嘛做听咯，说到做到，一直讲。对，离婚嘛做法就离婚连自杀年龄哦，占到小学高就会自杀，做严重，小学会自杀，你做严重你要知，因为囡仔嘛袂人讲，对无？你看讲了伊就啊，伊就听要需要你看，袂干到。
四号对三层，对，后边还三间房啊，两年咱们把这三层对，有一点道理，所以人需要有三长两短。这个有点道理，然后这个很重要。你说这个启动的不好不一定，我在启动就要7年多，我为什么还这耳朵能够听到是非吗？他说不行，我是懂。那你嘴巴能够讲是非吗？他说不行，我是哑巴。但你的心知道是非吗？他高兴的不得了，指天挂地，说能，我说那你错了。你耳不能听是非，省了多少行是非？请问是非是不是听来的吗？你口不能说是非，又省了多少行是非？请问是非是说出来的吗？你知道是非就够了。我们可以刚好相反，耳能听是非，口能说是非，眼能见是非，心还会知道是非。我们还是讲行禅而神权，我们是行权而神权。问题啊，外面看起来就怎么样？行禅而神权。问题啊，可以这样讲，行是禅，外表是禅，但它神权，对不对？但别讲给大家好清楚，行权而神禅。外面看起来表人禅，却是多一个，有没有？有哎，这叫积弊其外，败其其中的。所以宁可行禅而神权，不要行权而神禅。重要。这种，我记得我刚到时装学校，有人遇到我是这样很深刻。我们也放音乐叫做早操，有一天停电，音乐停了。我看底下应该音乐老师啊，动作都跟着停了，让听障孩子不受影响，按照对要不了到。我才发现音乐是放给我们听的，不是放给他们听的，是他们的。你看，我看停电，放公民条例，你看这个稍微不大。到点咧，我是练习的台湾的东西啊。我电脑不是停电嘛，它就它会它会在它挖一样会，这跟我台币有用，就看用这样子。碰到停电它就有影响，真的哦。早上停电了，只要发电影响，在那里玩火，它会不一样哦。我有一到那学生啊，到北欧、到丹麦、瑞典、挪威参加全球的青藏奥运，就到说台也办一样。全球青藏都来了，他们打所有都聪明，刚刚靠我才发现，你到了青藏世界，不是他们听到，是你听到。他们可以沟通，你就这么沟通啊，地方讲究。那个流氓不好不一定。我讲个笑话，在英国伦敦啊，这个知道吗？这样大雾大，有一天啊，雾更大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车子不敢开，都停路边。有一个人啊叫史密斯，他赶去开会长啊，怎么办？我要开会啊，怎么办呢？那我大够了，雾太大了，车子不敢开啊，都停路边啊，那就叫爸，我帮你想。跟街道，外人应该上道，这看不懂，你怎么办得到？雾那么大怎么办得到？我这就简单，第一个这条路我很熟，第二个我是瞎子，路就有用，大路有用。所以来讲，路为是闹，
讲盲都失掉了本性，因为那个盲怎么写的？叫做黄心，黄心，这个心是查字典，这个叫直心，直心，这个。直心都是道词，心正直有道之本。所以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叫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，这句话。心平气和不必持戒，行为正直也不必修禅。所以心直心很重要。讲盲就失掉了本心，各位不要讲盲，你的本心就没有。真的，美国有个总统叫罗斯总统，他的第一夫人从来没有讲这叫 I B， 他从来不讲，我很忙，他不讲。原来按大陆叫做他会讲我很忙，讲忙都失掉了本心。第二个话也很糟糕，话怎么写的？就是黄心，能看到黄心，这个心已经勾起来了，这叫后面的心，这叫勾心斗角，已经勾起来，这是直心和后面的心。很多人常忘，你怎么不来大会？我忘了红旗，有的节目都忘了红旗，我马上先生哦，连节目都忘了，他忘怎么办？不简单，跟他去，怎么争抢不简单，跟他借钱很管用，不要多伤害他会做会跟搞，他会自己的行为，他也可以出钱多，所以各位他忘了很讨厌，很讨厌，跟他来记。还有一个叫私心，各位讲了，还有一个叫私心呐，私心我们看过，这里啊叫这个，第三点，要对光的，要对光，要对干，光，这个读光也可以读干，光一来啥子呀？光一，憨厚来啥子？憨厚就不能挂，憨厚来是这个，他光一来啥子？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叫龚家山？龚家山的业务大人70码重，700年，种完血，又谢家长回来跟他主动，他好高兴哦，心血来潮，说来一幸福给我。这样一天哦，跳舞啊，唱歌，他讲我可以吟诗作对，所以他说在哪吟诗作对，他有3个条件，第一个要人。最后这个纸还要人，要回到本身的身份，结果刚刚光站了一次作对，以上条件，第一个要人，最后要人，他回到本身的身份。他的大女婿是导师啊，导师学得好，然后更希望说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好厉害啊！然后道弘道厉害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他回到导师的身份。这个是个法官，太厉害。他说：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”我就做这个工作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像这个军官太厉害，他说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。”那就去办法。人家这个我们什么几个组不出来啊？你看人家这个不敢说，人家也安排哦。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这个我们都不知道，都搞潮啊，都几个几斤出来，这然后。也不该先颜面搞把它拧下去，你知道吗？都不能一搞把它拧下去，你看，这咱们说明出来，说人家不会，你还拧人啊？人家不会，你还拧人啊？不要要求人家轻松生意，不让带一个身份，人家不会，你还拧人，这叫做轻松生意。这个故事的这个笑话是很漂亮。导师叫做人人弘道，非道弘人；法官叫做人人为我，
亲近，这个很重要。希望都能够让身干净，让心恭敬，让体去。那接着到了家庭呢，我希望能够做到3个，叫做孝。第一个这个孝，第二个这个孝，第3个这个孝。第一个行孝，各位行孝不能等，等会后悔，对不对？有2个不能等的是什么？行孝跟行善，或者后。的话，要疏于见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人生最大的悲剧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最好是为蒋经国先生讲过一句话：今天做了，明天会后悔的，不要做；今天不做，明天会后悔的，他也不做。天好太多，他大好大腰，天好太多，光什么红卫兵啊，不发大革命啊，天好太多，有没有？对他。我他讲究很清的，我有一杯水都是我一碗水都分半杯，一条河分。对他也在给他机会，多给点教训，不要玩了。现在新的工艺啊，变化很迅速，你只要有一个备胎的话。